来看新北有一个民众伫网络刊文，讲伊伫超市买大笼鸡卵，明明还未过期，这鸡卵卡开煞是乌色的，怀疑是买着臭卵。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这是假信息，农业部嘛派人去警察局报案，要告这个刊文的民众。那警方是甲这个查甫人函送地检署侦办。穿蓝色衫的查甫人今日去派出所，会方通知到案成为这件代志。碗内面的卵是黄黄佮青青，卵壳内面佮一片乌。40岁细只的查甫人伫网络发这张相片，讲到伫9月18连锁超市买的大笼鸡卵，10月初7才到期，乃生作这落款，佮问人敢讲是买着进口卵啊？这个言论一出来，是伫个网络传甲真紧，嘛，互农业部277大动作去报案和提告。警方顺线找到发文者，嘛随叫伊来说明。谢姓民众承认这张相片是他所上传的，那鸡蛋也是在他这个连锁商店所购买。那至于鸡蛋内容物呈现这个黑绿色的状况那本分局还是由专案小组进一步做一个调查。查甫人坚持讲这件代志和相片毋是伊编的，嘛同意互警方采证伊的手机啊。毋过鸡卵到底是有问题无？警察讲搁在查，专案以方害命有送检方侦办，知影都有意见。今天我们来这边来去检举、告发陈建仁跟陈吉仲假消息。这位地检署大妹中央质疑讲限制民众发声，佮点名行政院长陈建仁讲网络传的相片都是假消息，那样嘛告发陈建仁和前农业部长陈吉仲。农业部跟行政院查证都没有查证，凭什么说这个就是假讯息？他也没有查证过说这个是假消息，所以他是不是也在讲假消息？大陆卵品的流向，互那亚市议员质疑讲425万粒进口卵，即马唔知影去倒位。佮别讲国军食的卵有一半都是大陆提供的。华为国防部较紧停止合作。针对外界披露，涂姓负责人所辖的3家牧场有违反卫生法规标准的问题。国防部已经严拟依照协议书要求停止供应。国防部发声明讲，因会照协议书要求停止供应，后壁嘛会照检调查的结果，照合约来办，维护官兵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